喺日本俾人抄牌，唉，見就見過啦，今次仲唔輪到自己？要點做呢？就係呢，要去呢個黃色紙上嘅 number， 帶同呢張嘢去，跟住去交罰款。仲要去差館個停車場都要俾錢嘅，100 yen 15分鐘。中央警察處，我哋入去啦。跟住呢，佢會問你攞 passport 車牌同埋國際牌做登記嘅。係英文。搞一大輪呢，你就會獲得呢個去郵局或者去銀行繳費嘅告票啦。15000 yen 㗎，好揦脷啊，成1000蚊啊！俾人抄牌呢，差人叔叔呢就要問你好多嘢嘅。其實呢，佢仲驚過你，佢要攞住本字典呢，逐樣翻譯話俾我哋聽係乜嘢嚟嘅。咁呢，其實佢就要問我哋攞香港住址、香港聯絡電話、你喺香港嘅公司名同埋你公司電話。其實我唔知點解需要我公司電話，如果我冇嘢做點算呢？攞住張繳費單去郵局嘅存錢同埋保險櫃位嗰度排隊，俾咗錢之後呢，你就會獲得一張收據啦。到你還車嘅時候，帶同呢張收據去俾租車公司 copy，咁樣就 OK 啦。